唐英年正式宣布參選下屆特首。佢話特首工作非常艱巨，佢有能力凝聚社會力量，亦都有足夠經驗帶領政府團隊。佢亦都話一早計劃今日宣布參選，並非故意搶喺梁振英之前宣布。黃永欣報導。唐英年宣布參選嘅決定，我今日咧係決定正式參選第4屆嘅行政長官嘅。行政長官嘅工作咧係相當之艱巨，但係咧行政長官係肩負咗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使命，佢就係要帶領香港嘅市民係克服所面臨嘅挑戰。我相信我哋未來嘅路咧唔會係平坦嘅，我估計將來一樣係會遇到一定嘅挑戰。甚至乎有時係會遇見驚濤駭浪。佢又話自己有能力帶領香港克服困難。我唔會同任何一個其他有興趣嘅人士比較，我只係會認為我會得有呢個力量去凝聚社會嘅共同目標，就向一個共同目標凝聚社會嘅力量嚟達到呢個目標。我亦都認為喺我政府嘅9年裏邊呢，我係有足夠嘅經驗，能夠帶領我哋非常之高效廉潔嘅公務員團隊，大家去履行市民對我哋嘅期望。梁振英星期日召開記者會，正式公布參選。唐英年就早梁振英1日，佢否認係刻意咁樣做，一路咧都係預咗係今日，所以我喺上個禮拜嘅茶會嗰度咧，都係同大家講，我喺月尾之前就會決定㗎啦。而我個決定嘅宣佈咧，就一路都係定喺今天嘅。唐英年喺嚟緊嘅星期4會邀請幾百名支持者出席一個支持佢參選嘅大會。亞寬頻電視記者黃永欣報導。